来看台电推动协和电厂要介绍天然气发电哦，嘛推动第4天然气接收站的计划。因为抗议不断，目前上新的是3.0东线的方案。在地团体哦，赶快嘛质疑讲会破坏海洋生态。也毋过早起有一定在地人士甲专家学者是出面表示支持，因认为讲新的方案对家人民众的健康、有环境生态拢较好。 缩小面积，搁甲填海做绿区东线，台电强调协和电厂油解气3.0方案，对环境生态冲击已经降到上低。下早为家人来的创水教练王明祥提出海地橡皮指出，东线填海做绿区大多是沙地盐少、顶有蓝山的山路。伊虽然反对进前的1.0、2.0方案，但支持3.0。如果可以做 那个栖地补偿的话，相对的我们会把这些山污补回来。我觉得国家的建设需要用电那我觉得这个方案是可以认同的。为中华来的团团代表嘛，表态支持协和改建，反对中电继续北上，摕中部人的细部来发电给北部用。北部的人，请你不要太过于自私，请反世界的团体不要太超过。 然后谢国良市长，我们要请他不要太冷血，你完全都没有想到我们中南部的人，我们要活命，而且我们要健康。毛学者指出，4接兴建了后，会当吸引 LNG 船、邮轮来，会明显改善基隆港的空污。但反对的守护外木山行动小组强调，几十年来，基隆火力发电送予湘北使用，嘛是牺牲当地人健康。 是摆明欺负基隆人，长期以来是在基隆发电，然后输送给双北使用。换言之，我们其实是典型的北电南送到双北，然后而且是用废发电。在地团体强调，无反对协和改建，但唯一支持改建成再生能源电厂，毋是继续来使用化石燃料，无就无转型正义科研。嘛，一支则为台电发现的专家学者。 根本是咧替公部门擦粉抹黑机。记者林夏基文台北报道。